过来，食水果要来减肥是真错误的观念，因为即摆市面上有真侪水果拢是改良的品种，这个甜度增加2-3倍，含糖量真悬。讲食一粒的菱果，这个糖分可能就会超过标准。建议大家都爱拣迄种甜度较低、纤维较悬的水果，像这个细粒的卡玛豆就真袂歹。还佫有食水果的时间都爱对，唔通伫咧空白。 暗顿了后，或者是要困进前来食水果，安尼是会愈食愈大颗。食各种的水果，你上介意食倒一种？以前经常听到加食蔬果真健康，但是即马水果内面的糖分可能会变成健康杀手。牙医科医师宋岸仁提出呼吁，因为即摆水果改良品种使上多，而且愈来愈甜，甜度可能比过去增加2-3倍。 其实想要食水果减肥的人，千万不可。医师家己嘛做实验，每工中昼只有食水果，结果变胖啊！敢若是食一粒苹果，可能就会超出每工25克的糖分的摄取量。过去强调，逐工爱5蔬果，每工是3项菜、2项水果。不过对糖分耐受度较歹的人，并无较健康。到底水果应该安怎食呢？ 建议选择低甜度、高膳食纤维的水果，像细粒柑仔蜜，每工的分量唔好超过2粒拳头母的大小，尤其唔好伫咧空白暗顿后，或者是要困进前食，这脂肪更加容易囤积。另外，先啉水，再搁食肉、菜、饭，心静了后咧，再搁食水果，以免互过多的果糖、甘蔗糖引发慢性疾病危机。